来继续来看国宝集团的总裁朱国荣弃保逃亡，走到菲律宾，去向不明。监察院讲，当时朱国荣秘伫咧船舱，海巡署的人员有爬起伫游艇检查27分钟，但是无详细来找人，才互朱国荣逃亡出境。监察院讲，海巡署有重大的疏失。 国宝集团的总裁朱国荣违反证券的交易法，分别封处18年、8年徒刑。案件上诉30日期间，伊放弃5亿的保证金走路。监察院对海巡署发布纠正案文。我们可不可以在这边大概稍微讲一下？照就好，照就好。当时协助朱国荣走路的船长张明华、超级跑车的专家周铁男，分别被判10个月、1年2个月，专案可以当上诉。 严格根据监察院调查报告，朱国荣112年9月7日下晡3点，最后一摆到三条里派出所报到。新义分局说，一直到12号暗时9点，发现伊行踪不明，紧急通报高检署。海巡署按平时间9月7日的暗时，接到游艇申报出境的消息，9点12分停船，却无详细检查船顶会当避的空间。 地属朱国荣成功出境，所以互监察院提案纠正。海巡的同仁他查了27分钟，算是认真。国荣是突然提前4个小时报道，那这个如果我们能够有电子嫁接，然后及时通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启动防逃的警戒。 海巡署回应讲，警方慢过6天，才发现朱国荣弃保潜逃，未当公布启动防盗机制。这回互监察院点名，后续将会和司法院讨论，敢会当改做以替代性的羁押处分，防止有人搁再逃走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